大家知唔知啊？開工大吉，咁大家知唔知邊日係開工大吉咧？吓，你買咗條水晶手鏈，唔知叫咩名，又唔識用添啊！都叫你唔好見到靚就亂買噶啦，唔緊要，攞上嚟俾 Peter Sir， 我感受下能量，跟住我會教埋你點樣用。嗱，好啦，今日同大家講下2026年丙午晚年開工嘅吉日喎。嗱，但係第一樣嘢一定要記住，我哋揀吉日之前咧，先睇睇自己嘅生肖嚇有冇同你嘅生肖相沖喎。原來咧喺大部分嘅人咧90%啊都唔知道㗎嚇，因為點解咧？記住啊，唔係全世界一齊用㗎呢個開工吉日啊！丙午晚年有吉日，但係大部分人都唔知啊，因為點解咧？你要記住旺日加上唔沖自己，先至係行運開工日。嗱，大家睇睇啊，Peter Sir準備一張紙嗱，咁啊今年嘅開工吉日咧就唔多嘅嗱，初五啦，係啦，咁但係要留意喎，忌呢個屬猴啊，咁好啦，初九又係大吉，忌屬鼠，初12大吉，忌屬兔喎。咁好多人會問 Peter Sir， 哎呀，同我相沖，咁我咪唔可以翻工嗱？其實你可以咁樣化解咧，早一天或者2天，咁啊翻公司自己點㗎？開咗電腦，收下 email 係啦，或者同你啲人客戶咧就聯絡一下啊，同佢講一啲咧吉祥嘅説話，其實啊咁樣都可以避過咗去喎啊！所以大家要記住啊嗱，你揀錯日子咧，唔止唔旺，仲可能咧越做越唔順啊！正所謂咧頭威頭勢，全年又有勢喎。